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财政部宣布5种领6000块的方法，3月2日开始新开放登记立效，率来买当地 ATM 邮局领现金。婚姻关议长沈宗良受诬钱积案，本地裁定200万交保，检方控告成功，透早5点重新裁定收押。有新创者将对新北市社会局限制1个月只会当提供60点钟的个人助理的照顾提出告诉，法院裁定社会局应该重新评估。新闻台先来看，民众真期待的现金6000块已经准备要发落。财政部宣布5种领钱的方法，3月2日开始新开放登记立效，民众先伫网络登记就会当领钱。另外4种是分别伫 ATM、伫邮局领现金，还是直接立效，佮做名单来发钱。带小朋友出去玩啊，买家用啊，吃饭啊，买菜啊。小幸福来啊！全民普发6000块，想好安怎用袂？财政部宣布5种领的方式，包括登记入效、ATM 领现金、邮局领现金直接入效，也甲特定偏向造册发放。要伫3月2日早起8点开始开放登记入效的预定登记。从3月22号到3月26号前5天，我们会采用一个分流的机制。那分流就是用身份证或是居留证的尾数做分流，那一天会有2个尾数。那哪2个尾数，我们会在3月20号跟财政部一起做一个抽签，然后对外公布。那这个系统会开6个月，所以大家不必挤在最前面的时候来登记。也就是讲，登记期间前5天用身份证2号，还是居留证号尾数分流。发放的对象包含国民、得到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持有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驻外人员甲眷属、外国籍配偶等。其中有领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这特定族群会直接拨入效。另外，这届嘛甲民国112年底出世的新生儿纳入发放对象。立法院尤院长将在今天下午就此案召集朝野协商，希望立法院朝野党团能够取得共识，加速通过议后特别预算。只要预算一通过，我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来进行发放现金。各界上关心什么时阵发放？数位部是讲，一定会伫完成预算法定天数，总统公布生效了后5个营业日开始陆续入效。到时阵民众就会当透过本身银行户头、寄金铺啊，还是6000个网站去查询是毋是已经拨入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伫推特破文讲，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处理甲中国建交，台湾有可能会阁失去洪都拉斯一个邦交国。洪都拉斯的外交部长雷伊娜接受媒体访问的时表示讲，台湾拒绝增加金砖援助，所以因才拍算要甲中国建交。咱国的外交部是强调讲，咱国会继续拍拼来稳固邦谊，也毋过袂甲中国的金钱援助来竞争。台湾甲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传出邦交可能发生变化。洪国总统卡斯楚透过 Twitter 表示，要甲中国建交。洪国外长坦白讲，台湾拒绝增加金援，是因要甲中国建交的关键。Hemos propuesto en todo este tiempo un cambio de la visión de la relación entre Honduras y Taiwán, porque se había creado, si podríamos decir, un esquema basado mayormente en temas de donaciones y proyectos. Que vale la pena decir, pues son de alrededor 要甲台湾维持邦交，中国开出的介绍就是合建新帕图卡水电站3亿美金。不过卡斯楚并无直接宣布甲台湾断交，互人解读可能是对美国也有顾忌。前 AIT 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表示，相信美国捌阻止，应该是中国考虑政策，无亲像中国用心策划。美国参议外委会首席议员李启甲真侪个友台议员拢示警，中国揽中国的大腿，甲伊的空头支票是严重的错误。政府绝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竞逐，同时也提醒洪国政府切勿饮鸩止渴。外交部对于两国关系出现警讯，迄今仍努力维持邦谊。11月份。
去年卡斯楚就职的时阵，副总统赖清德捌出席，将封告驻台大使谢拉是批评卡斯楚错误决策，会冲击当地真济家庭，也佫打出卡斯楚甲赖清德伫封告会晤的相片，这个卡斯楚又佫伫讲白菜。中共的势力的这个扩张跟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个是值得观察。相关的国安单位也必须要加强这个戒备，来去做相关的因应之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还蛮颇有蹊跷。那这一件事情也还没有到最后的结果，我们还是会希望外交部持续的努力。甲封国邦交是毋是也有改变的可能呢？外交部讲也伫努力，不过总统蔡英文规划4月份要去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加贝里斯访问，无去洪都拉斯，外界是解脱台澎断交危机，早就看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日增加8855例本土病例，有37人死亡。另外，嘛头一摆验出本土 XBB 病毒的个案。针对后礼拜一就要开放确诊唔免隔离，指挥中心嘛提醒讲，确诊就尽量莫出门，嘛爱专程挂嘴暗。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那我们上一周累计是增加811例的重症哦，上周有首次检出2例本土的 XBB.1.5 的本土个案哦。那这个2个个案分别是住在中部的10多岁的一位青少女哦，另外有住在北部的一位50多岁的女性。20号就是下礼拜一，我们就是要实施的这个林家安的自主管理哈。如果你是具有这个重症风险因子的，包括60岁、65岁以上、孕产妇啊，具有慢性或免疫不全、免疫低下病史的人，那如果你有症状，那快筛又是阳性，请你务必要去就医，而且要请这个医疗院所的医师帮你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现在没有强制要隔离，但是还是建议，如果确诊的人能够在家休息。好，那如果一定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全程戴口罩，不管在什么样场合。再来看云林县议长沈宗良等来的人，因为向达德能源公司收乌钱2600万，才交予云林地检署审押。也毋过云林地方法院是裁定议长沈宗良200万交保，包厢100万交保。检方不服第13提出控告，法院重新裁定认定讲沈宗良等人涉案的情节真重大，案发之前有态度手机对话等串证的行为。今仔透早5点，裁定议长佮包厢收押禁见。经过8点钟的开庭，16早起5点外，云林地方法院重新裁定，要将云林县议长沈宗良、甲达德能源集团、风电工程的姓曾的包厢收押禁见。云林检方第13针对议长沈宗良甲姓曾的包厢提出控告。第15由台南高分院发回云林地院重新开羁押庭。在昨天的晚上9点半就开始这个进行审理。那审理的过程中那我们检察官这边呢有提出相当多的事证但这些举证都已经让这个合议庭的法官认为这个已经构成了这个羁押的原因跟必要性了那所以裁定这个议长以及这个中信包商都予以羁押。院方表示，这个案件开头一届审押庭的时阵，院方看事情虽然有羁押的原因，不过必要性的说明也无够，所以经过检方伫这段时间重新调查，提出愈侪新事证。经过合议庭重新裁定爱羁押，而且嘛禁止这2个人接见甲通讯，嘛袂当看报纸甲电视。今天最主要针对羁押的原因跟必要性，检辩双方已经有充分的攻防。那所以合议庭在听取双方的意见，在检阅这个侦查的相关卷证，才做了今天这样跟上次不一样的一个决定。我想我还是表达尊重司法，也希望司法勿忘勿重也不要冤枉好人。我们台南市的议长贿选案，那国民党团要求议长辞职，以示对社会一个公平的交代。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也要求国民党来要求的我们的沈议长来辞职，以示负责。针对共党的议长沈宗良予人收押，云林县长张立善敢若讲尊重司法，无搁加评论。云林地方法院强调，案件还搁在侦办当中，不过共犯甲证人讲法斗袂擘，所以要透过羁押来确保所落来警察听书。若被告2个人会当照救济听书来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金门李大姐姓陈的兵哥收去中国，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是讲这兵哥无想要返来台湾，上紧后礼拜一伊会陪家属去中国看人。
团讲这边阁有欠银行30万，阁有别讲有欠地下钱庄的钱。但玉金嘛讲，伊了解开始甲欠债有关系。退辅会主委房世宽是认为讲，对于进前日本媒体报道讲，咱国退休的军官去中国卖情报，到这个上宾失联，伊认为这毋是拄啊好尔，有可能是背后有人的操作。金门二打岛圣诞的上兵进前失联，去互中国的海警救起来，即马人伫咧对话。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讲，中国同意互家属争取探视，伊上紧会伫咧20陪家属去中国，并且有咧讲圣诞的上兵伊无想要转来台湾。根据陆军的报告显示讲，圣诞的上兵伊欠4间银行30多万。还阁有按月咧还，不过即马有传出讲，伊嘛有欠地下钱庄的债务，官兵离营，是毋是甲这个债务的压力有关联，引起疑心？这不是军中的那个管教各方面军纪的问题，是财务上的问题。应该是比较偏向这一方面。陈玉珍证实讲，圣诞的上兵伊伫咧车到离营进前，伫咧早起6点外个出现伫咧海边啊，有敲电话转来台湾。按若讲伊是靠谁讲啥，这拢还阁爱调查。圣诞的上兵是毋是有来出卖军事机密？退辅会主委房世宽无认同，不过有咧讲失联的时间点实在真歹。他懂什么？我情报次长去都没有人来问我，你们的飞弹部署是如何，兵力多少，他能干什么？只不过做一个象征性的吧，一个叛逃吧，或者他也可以讲的有勇迷失，有错方向吧。国军方要求讲军纪无好，少年线爆发出落枪欠肉。房世宽认为讲，对日经新闻的报道到上兵失联，这拢唔是枪拄枪，无排除讲背后有阴谋。我是觉得这些事情发生接二连三，好像不是那么巧合，是，所以我才发自内心的提醒我们的袍泽，在这个时机啊，谨言慎行。针对退役将领去中国参加黄埔校庆，立委烦恼讲，中共结合圣诞的上宾人来操作这个统战的议题，呼吁退辅会要建立应变机制。房世宽有咧话讲，做军人都爱谨言慎行，爱来强体无好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有一个姓杜的查甫人，第3档前去做兵哦，也毋过才做1个月，就互验体。伫咧等待复检的时哦，伊用观光申请出国，结果人去中国，讲伊找到头路，无要转来台湾，也毋过是用观光的名义来申请哦。伊上济是会当去延期4个月，后来伊阁以新冠肺炎的理由来申请延，一届延2个月，一直申请到民国110年的4月份，就无阁提出申请。后来伊是互法院判3个月有期徒，目前人嘛互通缉，会一直到伊37岁独一为止。新兵入伍进前，高雄市兵役处人员量体温，还阁集合来坐游览车。高雄一年大约1万外位的宜兰入伍，平均30到40个人，应该够无够？一位住伫前镇的杜姓男子，嘛因为这种状况，互判刑。民国109年，伊入伍1个月，互验退。复验的期间，以观光的名义申请去中国，公所核准伊4个月，伊期末无转来。伊阁再以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原因来等期，每隔2个月，一直到民国110年4月无甲申请。公所要求伊回来国内，随个期末，伊也是留伫中国。那我们就是说，跟续作者，每个月要通知他去做治疗。那到最后，他就以短期观光的理由又回到大陆去。他没有来申请一个短期出境的方式哦，而且我们在把他斟酌的过程之中，申请一个复检的方式哦，他也未到。这时候我们在区公所的同仁哦，就觉得这个役男哦，可能有妨碍兵役的嫌疑。公所讲，这个男子甲厝内的人讲无习惯军中的生活，嘛伫咧中国找到头路，无愿意回来。法院认定伊核准出境了后无回来，以妨害宜兰征兵处理罪判刑3个月有期徒刑，会当易科罚金1天1000块。被告犯行明确，审酌被告明知服兵役为国民应尽义务，竟借其为返国接受征兵处理，妨碍国家对于兵役事务之有效管理，并破坏国家对于征兵制度执行之公平性，
市府强调，男子已经获通缉，若是有倒来台湾，也是会依法处理，就算会当依科罚金，后续会持续发布着侦缉令，爱伊来服兵役，一直到37岁除役为止。记者王刘婷、麦昭权各样报道。最近有一本叫做《晶片战争》的册，对于全球晶片的竞争，还有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提出观察。今仔作者 Chris Miller 伫台湾举行新册发表会，副总统赖清德出席。致辞的时，伊嘛强调讲，伊相信讲，若是中国拍台湾，台积电同款会继续留伫台湾。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甲作者对谈的时，嘛表示讲，伊支持美国的晶片法案政策，会当互中国发展的脚步慢落来。药创科技的董事长罗超群是认为讲，美国的晶片法案太过严格，应该会做调整。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早起出席有关晶片战争的新册记者会，外界关注对美国进前实施的晶片法案，台积电会安怎应用？莫瑞斯现在那个美国补助生变的部分，条件太严苛，是不是补助会生变啊？不会啦，它就调整嘛，调整。产业界跟各方面调整。药创科技董事长罗超群讲，美国晶片法案太过刻薄，需要调整。引起外界关注的是，除了美国晶片法案可能影响台积电美国厂的实力表现，另外面对中国若武力侵略，相信台积电会坚定的留伫台湾。面对中国的武力侵略，台湾跟台积电都陷入两难。我今天要特别强调，没有台湾，我相信台积电也是，我们是非常坚定的。台积电应该要留在出生、长大、茁壮的地方，台湾继续繁荣发展。赖清德表示，民主对台积电这种国际级创新研发公司，就像供给水日头同款的重要。无民主，台积电无法度继续。未来台积电除了爱精准掠算美国获利成本，避免了钱，也爱面临台海局势考验，才会当徛稳脚步。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特别召开电价汇率审议委员会，最近嘛有风声讲，嫌民生用电拢有可能会起价。今仔早起伫立法院，就委员问讲，民生用电唔通起。经济部长王美花嘛，搁再强调讲，除了考虑到台电的稳定经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嘛是拢评估敢要起价的参考。电价审议委员会特别召开，引起各界的关心。这届台电是毋是会针对一定用量以上的用户优先调悬？早起经济部长王美花伫立法院表示，台电有就政府的政策提出较早无共的方案。电价的这个审议，确实从台电的这个稳健的经营，那照顾民生，让我们稳定物价等几个大方向，那台电会准备这个相关的方案到电价审议委员会上去做审议。随上进前伫电价工作小组进行审议会前会时阵，针对新电价都捌讨论过真侪版本，包括徛街、商店、产业可能拢爱调悬，毋过有些产业景气衰退的合约条款，那立委也是呼吁电价无应该影响到民生物价。呼吁民生用电应该卖起。真正通膨就严重，主机长告诉我，他没有纳入电价涨价的这个项目哦，所以部长是不是不要涨？确实，除了让台电稳健经营之外，照顾民生哈，那物价朝这个方向嘛，都会考虑。朝这个方向嘛，是。我们是希望800度以下。真的，我们这些民生用电就不需要涨了啦，你觉得呢？因为最近很多委员都往这董事长的意见，部长在这里委员会来考虑这个。好，王美花是讲，各界意见拢会纳入考虑，台电会提出较侪方案提供讨论，到尾也都爱听候审议委员会讨论了后，才会当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昨开始重新开放咱国的白带鱼甲别人会当进口，可是台东的往来食客同款个禁止进口。县政府要伫后个月26日组代表团去北京来进行沟通。县政府嘛表示讲，已经有向中央报备，嘛望讲今年的年底往来食客有法度搁再外销去中国。
台东县当年生产2万多吨的往来石价，93年起外销中国，上关产值一年超过10亿。又毋过3年前，互中国又有通海回游禁止进口往来石价计销为平均一台斤上关80块，拔到即马从价15块，农民收入减少。那农委会协助销售的方案也是无效果，农民认为爱搁拍开中国市场，才有法度登高过去的计销水准。收成是原本的1/3，但是我们的成本还是依然是在的。为了避免搁互中国检验有通害，官府委托国立台东大学研究出往来石价采后处理流程，为果农家的产销履历认证，采购了后检出的结果上重要就是清洁糖能了后的隔离，避免互后一批果清洁时阵污染，最后才会当包装外销。这项流程经过时间已经成功零检出被残害。过去比较大的问题可能是在于这个空间的空气会流动，那所以流动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2次污染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建立一个这样子的 SOP 去杜绝这个2次的污染。有这项有害成分零检出的外销作业流程，台东县府16日宣布，22要组成相关学界代表团，前往中国北京，甲中国农政单位说明，台东往来石价未够有通害，希望会当量早恢复进口。会不会担心这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啊？大陆那边可能不会接受这个。不谈不知道，对我们来说，中国大陆是市场之一，本来就应该要去试着说明的。姚建良强调，即摆要去中国说明，已经向中央报备，而且这套外销作业流程毋是针对中国市场，也同款适用全世界其他国家，互往来石价会当卖到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所谓教材的消费争议未少哦，咱来看台中有一个新住民妈妈，伊帮囡仔买高中的所谓教材，厂商佫无要互伊退货，伊认为讲合约有欺骗消费者的嫌疑，嘛向消保官佫有明代来申诉。教育部嘛长个研究相关教材的定型化契约，消保官嘛建议消费者要退货，上好爱伫7日内来做决定。越南籍的新住民范小姐讲到后甜目屎流，因为2021年9月替囡仔买一个教育集团推销的高中线顶教材，拢总开13万5千块。当初时讲会当分期纳钱，不过签约1个月了后才收到契约。因为伊感觉无下用，想要退钱，厂商煞讲袂使，伊就甲消保会申请调解，煞随个收到厂商寄来的强制执行通知，伊只好请民意代表到3天。我是陆续打电话给老王小姐，想拜托她帮忙解约。啊，她有时候她说她在山上，不然她说她开会之后就过了。啊，后来她就说好，妈妈这个不能退。范小姐表示，家己来台湾20年，虽然会晓讲华语。不过有一寡文字的意思，伊无解清楚。教材业务员互伊签约，其中佫包括甲银行贷款的文件，互伊感觉互骗去。根据行政院消保处的统计，亲像这款的所谓复合型辅助教材，自2016年开始，逐年拢超过100件消费的争议。教材业者常常以弱势家庭做行销的对象。教育部当咧建议定型化契约，定他什么时候要收费，什么时候交付教材，什么时候退费。这些机制都有在这样子的一个契约书里面，这注意事项里面都有提醒我们业者跟我们消费者必须注意这样子类似的事项。7日犹豫期，对，就是说，如果即使签了也没关系，你把握这7天，这7天是从你收到货第2天开始算。台中市消保官提醒消费者，一定要把握消保法当中的7天调度期，会当无条件退货。而且上好是寄纸本的存证信函，或者是保留甲厂商的简讯、来的对话，都会当得到法律的保障。若这个教育集团厂商的电话要卡袂通，范小姐收落来会请法务律师到3天，甲教材厂商拍官司。伊嘛呼吁教育部定型化的契约，会当提供各种语言的版本。记者尤敏芳、平焕群台中报道。来看立法院今仔早起审查社会福利基本法草案，伫审查进前，立委范云阁真侪社会团体是开记者会，因批评行政院版本的草案是以家庭为中心，恐惊会互受迫者还是独居者无法度有政府的救助。伊呼吁卫生福利部应该把家庭改做个人，才有法度来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社福基本法应以人为本。
为着落实保障弱势族群权益，立法院卫权委员会16审查社会福利基本法草案。暗过先快审查前，立委范云甲真侪个社福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批评行政院版本的草案无脱离传统的想法，也是以家庭做中心，恐惊互一寡家庭受伤的暴力受害者，也甲无家庭独居的人，无法度得到政府的福利也是服务。12岁以下被性侵的儿少当中，有90%是被熟人加害。那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他是因为家庭而受伤。离婚后的受暴品，他应该是计算他跟他孩子就好了哈。可是往往现在的社会福利是要求娘家的经济的财务就统统要计算进去哦。社会团体表示，因为社会变化，人甲家庭的关系当地改变，愈来愈侪人选择独立，也是家己成家。尤其是无家庭的人，因为住的所在甲户籍地无共，连申请社会救助都有困难，所以呼吁卫福部删除目前草案第8条以家庭为中心的条文。以家庭为中心，其实它是更全面的，而且它是一个共同生活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家户，还是传统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概念。卫福部讲，草案内底的家庭是指共同生活的人，上规性的社会福利也是以家庭做基础，因为社会福利基本法都是通则性的，会收集各界意见，佮说明外界议论甲误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瑞士信贷发生债务危机，上大股东沙烏地國家銀行嘛表態講，因無要擱再投資咯，嘛造成昨瑞士信貸股票崩盤，盤中上濟就到3成，後來收盤是就超過2成4，嘛影響到歐洲甲美國的股市。上新的消息是，瑞士信貸會向瑞士國家銀行借超過500億的美金，要用來增強因的資金流動性，佮提供客戶保障。On va les appeler comme ça, vous serez obligé de nous montrer votre film. Si vous avez du temps à perdre. 伫咧全國第2大銀行瑞士信貸10個月股價大盤了，瑞士金融市場監理局趕緊按打放款人，講瑞士信貸若是有需要，會當對央行遐提到流動資金。伫咧個央行嘅聯合聲明內面也講，瑞士信貸符合有系統性中央銀行所規定嘅滿足資本要求加流動性要求。Là aujourd'hui, je vais suivre les nouvelles, je vais voir un peu comment ça évolue. Et oui, si je vois que ça empire, je reconsidère le fait de... Je pense qu'il y a un manque de confiance qui a conduit à cela. 有消息講，各國政府抑個至少一間銀行將向瑞士施加壓力，要求採取行動。瑞士金融市場監理局講，抑個看不出來自美國銀行市場嘅動盪會脫離瑞士，意思就指西國銀行加 Signature Bank。 Investor sentiment change and people were scrutinizing other banks more carefully, and Credit Suisse is seen as the weakest link because it's bigger. Its balance sheet is about 2.5 times as big as SVB. Credit Suisse has a lot of links to the financial sectors of other countries. 瑞士信貸10個股價大盤的主要原因是上大股東沙特阿拉伯銀行未擱再撥資金予已經出現困難的瑞士信貸，因為美國四個銀行倒閉事件，導致人出現驚嚇，在這間盤中大盤30%，創歷史新低，連帶影響到歐洲銀行股的指數盤7%。根據兩位監管人士的消息，歐洲央行已經聯絡因所監管的銀行，了解瑞士信貸影響的程度。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過來消息來看，宜蘭縣首爾公所的廣場有一個蔣介石騎馬仔的銅像，是宜蘭縣目前上大的蔣介石的銅像哦。公所按算講4月底要來進行廣場的整修，考慮到轉型正義，嘛望講會當甲銅像刷走，除掉維權的向燈。也毋過哦，各界是有無共款的意見。店長李明德就強調講，一定愛甲銅像刷走。一座關故宮樹的蔣介石騎馬銅像，設佇首爾鎮公所頭前的廣場，已經有41年的歷史，是宜蘭縣現存上大蔣介石銅像。也毋過首爾鎮公所預計4月底啟動廣場的根本景觀環境工程，到時陣會刷銅像程度維權代表，落實轉型正義，地方正反意見無共。但是這個銅像哦，是佔地非常的大啊！當然是同意講將咱這個銅像哦移植到別的地方。等於這個地方已經形成一個我們那個40幾年來的一個地標，所以說很多民眾一直這2天打電話給我，堅持說不要移動。
政府部分人士同意，伫无破坏的前提，土线线将介石徛喺当上。不过，也有人认为当上已经请做当地代表，请未少民众翕相打卡，耍走真可惜。电工所目前，即只宜兰军人中陵寺甲汤园、朱湖园区两地安置地点，目前暂时无地方管理单位愿意接受当上。新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啊，我想这个移除这个威权的这样的雕像，也是我们就是依法来做行政。即摆工作头前广场的人本工程由内政部补助经费编列2500万预算办理，刷当上的部分，促转会也有补助工作经费。电工所强调，当上刷走一定爱做，毋望各界用理性态度看待这件代志，工作会积极找找适合的安置地点。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新化一间三马行透早4点外火灾，火是烧甲真猛，警消出动32台消防车、62个消防员去拍火，紧急疏散17个民众哦。伫5点35分，甲火拍花，加载是无人着伤，起火原因搁会调查。半暝中的大火，甲咧困的民众拍醒。台南新化区一间木材行，16透早发生大火，因为内底放真侪高导火的物件，佮加上建筑物是铁厝，火势真紧就传开啊！警消接到通报了，赶紧到现场拍火。然后我们到达时已经全面燃烧了，然后因为紧邻那个民宅，然后总共出动32部消防车62人，然后现场疏散17位民众。消防队全力抢救，不过因为木材行瓦基徛家厝，警消也赶紧疏开附近17位住户。在行呢？无在行哦。应该就是这种材的。对吧？我窗帘机我开了我讲火烧起来安尼啊，对啊。迄阵阮咧困，我嘛唔知影是啥物情形，个香就安尼烧起来，后来我就阮太太就紧走出来安尼啊。这件火会经过初步的清查，烧的面积大约有80平方公尺，火势拖到瓦近的3号建筑物，阁有4号受到火粉的影响。现场阁有几台汽机车烧歹去，火势伫透早5点35分的时阵灭掉，加在无人伤亡。财物的损失阁有导火原因阁咧调查。台南市消防局也提醒，最近南部地区较少落雨，天气干燥，定定传出杂草导火的事件，提醒民众爱细腻，嘛建议民众会当伫徛家安装自警器，安尼若发生火灾，就会当伫第一时间将压避难，阁有通报119的司机。记者台南报道。再来看花莲玉里安通温泉，自日本时代就有哦。伫民国80年，公所伫野溪附近设浸卡池，互民众免费来浸。也毋过，因为无申请水权，最近水源互公所关起来，嘛互民众真怨叹。这是花莲玉里镇安通温泉野溪边仔的免费浸卡池，因为无合法申请水权，所以水源互电公所关掉。也毋过想要浸的游客，就用石头伫河床家己围出浸水池，不管公所啥物拢爱收费。日据时代的时候就有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温泉呐、那如果说你整治好，连这个都要收费的话，那这样子太离谱了。安通温泉野溪浸卡池伫民国80年兴建，也毋过伫民国90年温泉发展了后，却一直无申请水权。店就表示，目前浸卡池的位置依照即马河川行水区法令根本就无法度申请，公所袂当带头违法，这会当先关掉。因为第一个，这个池子的有一半是在河川行水区上；第二个，另外一半是在我们的黄信道路，要申请水前，在地的原住民部落，他的申请是比较容易会过关。附近安通部落是希望会当接触浸卡池，透过部落自主管理，才会当发展部落经济。找一些人专门在整理消毒啊。所以到时候会收费吗？应该会收费啦，因为要不然那些清洁的员工怎么办？也毋过交予部落经营，若改做爱收费，民众敢会当拢接受？电公所表示，浸卡池相关设施费和电费等拢爱成本。由公所支付无符合法规，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支持使用者付费。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要伫市场买鸡卵，拢爱一透早就去排队，嘛拢排甲落长。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昨日宣布讲，伫3月底进前会进口超过500万粒的鸡卵，民众后个月开始就免排队去买鸡卵咯。进口的鸡卵会直接进到市场，一粒有10粒无，会卖65块。上阮白鸡卵货架顶也是空硬硬，特别走来买卵的民众，敢若会当换起冷装柜，因为大包货也够几落暗，暗过一盒10粒，计销是102块。没有，不下手了，说什么那么贵啊？
目前国内逐工差不多欠280万至100万粒，也是出现消费者排队买卵，也是世界找卵，民怨也搁伫哩。自助餐店减少鸡卵的菜色来应用，对政府买进口鸡卵所改，乐见供应赶紧回稳。不过，有消费者决定减价还是卖价，无想要帮助零售价起高悬。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帮助吧。如果都不进来的话，它不是一直在缺吗？越疯，他越慌，他越想吃，不是恶性循环吗？鸡卵的供应什么时阵稳定？早起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国民党立委詹明总讲，农委会会保证大家拢跳票，至于单激中搁再宣布，专案进口鸡卵的国家为本来的澳洲，即马扩大到8国，包括美国、日本、巴西、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加马来西亚，而且即个进口要直接进入特定通路，相信后个月唔免搁排队买卵。现在是要进来的，因为我们要到市场，送到主要的这些超市的平价单，我们让这个1盒10颗的一样维持在65块。进口鸡卵袂过干那回报加工业者，要搁进入市场，而且平价供应。不过鸡农也无希望颠倒影响过来市场。政府咧做代志啊，毋是讲咱叫讲卖钱，咱是无迄个物件哪应付人啊。啊，伊若进口来讲哦，上地来讲哦，就影响着阮啦。进口鸡卵连做以空运输入介绍会较贵，农委会讲会吸收价差。面对有立委建议应该免关税，农委会是讲为了保护国内养鸡产业，关税袂使免。但是进口鸡卵是敢若会当配合的通路上市，避免影响产地介绍。记者综合报道。一寡市场会把垃圾摆入去水沟啊、河川哦，造成污染，嘛对附近的民众造成困扰。环保署推动资源再利用，让农民会当利用才处理过的地塞水来灌溉。屏东新园的红豆啊哦，就用这种再生水来种植，已经提升3成3的产量。市场附近的大排水沟拢是猪的排泄物，臭甲要死，水质非常歹。为着要改善，环保署决定推动把这的地塞水回收处理了后，摕来灌农田。选伫屏东新园的这搭红豆仔田来试办，试灌3个月，总共24栋了后，红豆加收成300斤，大约是增加33%。过来得也一摆尔，因为有较生肥，啊，个豆仔较大粒，果较有。为着要减少饲猪废水排入水体，环保署甲农委会决定共同推广拓扑排泄物资源化利用。红豆事业显示，若作物的产量会当提升，化肥使用会当减半，嘛会当省水。环保署希望以成功的例来吸引更较侪农民加入，但声音要互习惯使用化肥的农民改变生产的方式，是目前上需要克服的关卡。有一些农民会有一些疑虑，就是说。我习惯使用化肥，那改用这个早一早会到农田使用的时候，他会比较害怕。使用猪屎水来灌，敢会颠倒造成土壤累积重金属咧？环保署解释，再利用的沼渣沼液经过处理，浓度较低，另外嘛进行土壤的监测，应该是无污染的疑虑。今年评估要来扩大推广到拓牧场较侪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6县市试办政策啊。若搁较侪农民加入，就会当减少拓牧废水的排放，来改善水质。记者林俊梅、林志坚台北报道。咱来看高雄的大公山，搁有二战时期日军做的炮台碉堡，也毋过拢拍远真久咯。有一寡游客哦会去冒险，冇人真真哦会喷漆破坏。文书工作者就呼吁主管机关应该爱来检讨这违纪的文字价值，来进行保护。大石头用红漆喷于大公山秘境，向前一点啊！二战日军炮台入口，16透早大公山3个字已经互砍掉，但秘境2个字也是真明显。记忆内底壁面阁留着日军的坐标，边仔煞红砖铁腿破坏着部分的壁，看伫文书工作者眼内，但会使摇头。寿山的西海岸也不是被喷漆啊，现在是在大冈山这边，因为我们的主管机关的教育性都不够。伫高雄大冈山的炮台是1944年起的，过去用来防守公山机场甲美乐海岸。战后由国军接管，随着武器进化，已经无战备的价值。伫1995年改变了，渐渐废弃，因为内部地道、弹药的仓库甲将愈少保持完整，吸引真侪游客来参观。想到嘛，因为安尼互破坏。公部门的土地管理单位还是要有一些那个
管理措施了哈。我们其实要从整体的早期的日治时期的防御系统来看，才能确定相关的文史价值以及相关它的历史意义。文化局表示会介入了解文字价值，国军嘛会派人巡查。文书工作者表示，当地是由高位酸雨甲棕榈石组成，会随时间也是地当顶原因落落来，其味有一定的危险，呼吁游客唔通一个人去，嘛爱发挥公德心，唔通乌白破坏相关设施。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仔针对咱国内头一件新障者，针对新北市社会局提供的个人助理只有60点钟，时间无够的提出诉讼。法院嘛做出判决咯，法官撤销新北市社会局一个月60点钟的照顾时数的限制，要求因应该重新评估。重度障碍者透过都亲像生活助手的个人助理，提供细身躯饼受者的生活需求。毋过，身为低收入户的重度肌肉萎缩障碍者弱者，因为新北市社会局伊提供的每个月会当申请的个人助理时数无够，在公民团体协助下提起诉讼，法院16判决胜诉。感谢法官、律师团、相关团体及个人的参与支持。这一路走来不容易，这不只是自己的福祉，还有许多重度障碍者也有类似的处境。法院撤销新北市社会局每个月提供60点钟的照顾时数，要求重新评估。对于法院的判决结果，弱者表示，一路行来真无简单，希望新北市社会局未来的评估会当提供伊有够的协助，也希望其他的新障者同款得到有够的帮助。我们一直非常的怀疑这样的制度到底预算用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有效分配在这个个案身上？我们觉得制度应该要重新检讨。新北市社会局必须要依照这个判决结果，针对预解的状况，针对预解的障碍的情形，还有他的实际的生活的需求跟评估，重新做一个评估的调整。长期协助诉讼的律师希望新北市社会局莫上诉，也希望借由这个案件，各县市政府的社会局拢会当检讨改进个人助理服务无够这个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公布去年樱花高云龟、河带、野蛙族群数量的监测结果哦，目前的数量是有15374只，是有史以来上侪纪录，主要拢伫七家湾溪甲合欢溪，数量上侪哦。嘛显示讲河带的生态袂歹，有学者是表示讲数量增加哦，嘛有可能是因为最近拢无风台。说来哦，应该爱重视族群的多样性，来提高因适应零环境的能力。工作人员甲一粒一粒河带的卵吸起来，放到箱仔内底，排去固定的地点了后，放伫溪底，人工放流。含较早无共款的是护育团队，即回头一届伫护育地用放胚胎卵的方式，就是为着要提高存活率，嘛要突破现处时的放流技术。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针对去年河带野蛙族群数量研究监测，目前数量已经有15374尾，是1995年侵开始复育迄阵的60倍。连续放流3年，每一年有1000尾的那一个樱花钩吻龟，然后经过自然的繁衍，目前已经达到7000多尾。所管处表示，目前毋但七家湾溪甲合欢溪有稳定的族群，其他亲像落叶尾溪、有性溪、南湖溪甲碧绿溪等等，拢有活动的种者，代表族群已经会当健康生长甲家己生态。虽然目前已经达到70年代的8成数量，不过事隔难溪一直拢无成功，这嘛是未来拍拼的目标。学者认为，虽然即阵族群的数量伫咧悬攀，不过嘛有可能是因为最近这几冬较无环境的干扰。真正的考验还没来。也就是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最近都没有什么台风，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我觉得还是需要未来再继续观察。林幸洲表示，无共条溪族群数量若准够济，嘛会当避免基因单一化，族群抵抗自然环境的韧性嘛会当对咧增加。若敢证实有达到族群安全，就要看因伫旧生态地敢会当自我探种，而且农业甲真伪的干扰嘛爱对咧降低，才会当有效果。记者林建生苗栗报道。
台湾的生囝率真低哦，现代人阁愈来愈晚结婚。咱来看屏东那边，就规划一个爱情观光巴士的活动，都招独身的男女坐车联谊，互相熟悉，望各位当来牵成好姻缘，有机会为咱台湾生产后一代。 2011年，全台湾结婚的比率仅5.36%，有17%的男性伫40到44岁结婚占上济，那女性伫35到39岁上济。结婚的年岁比10当前统计是各加5岁左右。现代少年人观念改变，无用工课自愿结婚。即阵屏东那边乡就办一个爱情观光巴士活动。 希望透过坐车交朋友的方式，牵成好姻缘。我还在那个林边大小事的论坛有看到这则讯息，所以我才来这边询问这个我要怎么报名才能有个好姻缘。女性28岁以上到40岁，男性呢35岁到45岁，因为他们可能会比较急。年轻人28岁以下的，因为他们的社团活动也多，他们认识的平台也多，那他们将来的机会还很大。这活动消息一日出来，都袂少人有兴趣来探听。乡长表示，少年人知影真侪平台熟悉朋友，嘛去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年岁较侪一寡的独身人，恐惊都无遐侪机会，所以这届活动有限定年岁，互因坐巴士联谊去行搭，就有机会互相熟悉。以前当我们年轻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机车交友的方式去认识异性。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都躲在家里看我们手机所以这个认识的平台就比较少。本地有限定那边的乡亲才会使参加活动，不过因缘无一定都带工装，所以公所嘛开放别乡镇参加。希望这座爱情的巴士会当甲有情人杀做对。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婚礼的到来，有一个新住民经营管理的做爱园，最近趁做爱大出，邀请社区关怀协会同齐来体验办做爱活动哦，甲修成甲这弱势家庭的囡仔做伙来分享。一粒搁一粒青翠的蜜枣，看到介意的，就家己搬来食。这项趣味搁好耍的体验，对这囡仔来讲是真神奇。非常美味，很甜，脆脆的，然后这个应该有点甜。一边爬一边吃，感觉怎么样？很酷，甜甜的。有没有很脆？有。好吃吗？好吃。伫咧婚林倒落的这个蜜枣园已经30-40档有啊。2年前，换一位新住民小姐接手经营，伊嘛甲果子园整理甲真好势。这届佫专工邀请社区关怀协会的囡仔做伙来参与办做爱活动。果实没有比外面大，但是我尽量比较没有喷洒农药，让小朋友来玩那个户外教学，小朋友很开心，可以马上摘马上吃，就觉得那种享受跟一般摊贩买的不一样。看到囡仔办甲真欢喜，也学了真好食，对认真经营果子园的主人来讲，就是上好的回归。伊嘛希望透过办做爱活动，会当吸引更较侪人来遮行搭。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人工智慧的运用哦是愈来愈厉害。咱来看南韩最近有一个打出道的女子团体，因头一个 MV 就写超过2000万人次来欣赏哦。也毋过，这个有迷人的歌声、有专业表演的团体，其实是一个玩舞蹈的女子团体哦。四个歌星拢是虚拟的人物，咱做伙来看卖。真流利跳舞迷人的声音，每一个动作拢甲目前韩国偶像团体无啥物无共，唯一无共的是因拢毋是真人。Make new wave， 안녕하세요， 메이브입니다。由4个戏剧团员组成的管舞蹈女团呢，1月底发行头一张专辑，进军5、6届。因一个出道就上 MVC 音乐节目，用娱乐的方式演出，也吸引迷众来观赏。MV 伫 YouTube 观看人数，较无2个月就破2000万。 메이브를 처음 봤는데 사람인지 가상인물인지 조금 헷갈릴 정도로 현실감을 잘 구현한 것 같고 되게 신기했고 저희도 친구들이랑 메타버스 많이 이용하고 있어서 친숙한 느낌이라 저도 같이 팬이 될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这个女团的成员都那亲像真人共款，会伫社交媒体甲迷众问好，除了韩语，也阁会讲英语、法语、印尼语，因演出内容也拢特别设计，无论是音乐、舞蹈，甚至灯光等等，拢甲实际舞台演出共款，一点也都无凊彩。只不过虚应偶像，敢真正会当代替真人咧。 그런 사건 사고에 연루되지도 않고 한다는 점에서는 물론 현실 아이돌보다 나을 수는 있겠지만 그래도 아직까지는 그 아이돌 팬들의 니즈를 충족시켜주기에는 가상 인물로서는 뭔가 부족하지 않을까. 게임이라든지 웹툰이라든지 이런 걸 통해서 다른 부분들의 표현을 보여드리고 특히 게임은 어떻게 보면 간접적으로 간접적인 소통이라고 보여지고 있거든요. 制作公司对原有场5路充满期待，因认为观众态度开放、接受度嘛悬，所以会推出更一个活动活动，方面建立正式的内容。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来报报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 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